他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是他去台北圣殿的时候呢，他可以运用他自己的力量，他可以随便的为一个路人，请路人协助他到捷运站，然后到了捷运站之后呢，他也可以拜托路人帮助他慢慢的走到圣殿去。所以他去圣殿的路上，他都可以完全不用弟兄姐妹们帮忙。所以我说他是相当一位自立的人。圣殿教育结束之后，我们要回家。教育结束的时间跟我们火车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紧迫的。那陈妈妈会跟着我们一起赶火车，然后她会说：“你们用跑的，我就可以用跑的。”我们会一起跑。我们一般认为一个失明的人都是需要别人照顾，但是在陈妈她家里的例子却是例外。陈妈她虽然眼睛失明，但是她先生的3餐依然是由陈妈帮他做准备，还有她的小孙女也是由陈妈把她带到3岁。所以我们看到陈妈在生活里面，她是很独立自主。她虽然眼睛失明，但是她自己的生活起居，她都是靠自己去做准备，她不会假手他人。她的考验可能比我们都要来得大，她严格的去要求她自己。我虽然我看不见，可是别人看得见我，我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别人，去绊倒别人。其实我刚被召唤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说，我自己先问自己，我能做多少？那时候其实我先定力是1000，后来完成我就做2000，我1个月最少可以做26场运动。我的目标是5000场。耶稣基督将很快第2次来临，我不加快我的脚步，我怎么可以去完成？我真的很努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时间，因为我年纪也一大把，开过6次刀，只要神允许我应该会按照神给我的一切去做。陈妈妈就是我们一个信心的榜样。她真的用她的行为展现出她对神的信心跟对神的爱。她把她大部分的财产都捐出来做孩子的传道基金。那主教他当初也问陈妈说：“你钱捐出来，那你的生活够用吗？”陈妈只有短短的一句回主教说：“我需要的神已经给我了。”